不知邹师前来我天机城有何贵干？老夫听闻最近补兴寺开播，特地前来一看究竟。喂，快开门看补兴司！就算是闯机关道也在所不辞。哦，原来是追番啊！邹师何须劳驾来此？只需到 B 站上点击视频下方的追番按钮，即可完成追番。每周四、周五12点准时开播，届时便可收到通知。啊，人呢？哼，不早说，我们回家追番了。踏！在你身上有神秘的力量，穿过人群昂扬，用你想象定格每一道光，在黑暗中释放。我的一切都是肮脏，外人看似仓皇，你的周围出现光芒，转身变换了模样。冥冥中种下了坚强，如果我有力量，任我横冲直撞，连踏世界的荒唐，迈向成王。记住，咱们的目标是头筹。汝南氏族已被统一。我受兰氏少主故托，潜伏着汝南搜集消息，昨日回来，拜会邹氏。是他，异能。这是何意？邹氏，他带来了消息，说王氏已得了汝南。哦，这倒是个好消息。下月初1，汝南摘星楼将会举办雅集，汝南和东海的归降氏族都会参加。如此甚好，老夫等的就是雅集那天。泰山补兴之后，王氏也拉拢了一批有心力的义士，靠他们，目前已经控制了汝南全境，一统汝南各氏族。眼下，邹阳已与王氏达成联合，新阳元氏亦在其内。采薇他，采薇他人在哪？下月初1，他在云川酒铺等你。他只约你一人。就这么说走就走了？难怪你打不起精神。哎，他说了什么？阿若，你身为墨家巨子，这指藤氏与一人互斗责任重大，我去见采薇。天行哥哥，自当小心。放心吧，天行不会有事的。他说的对，早先莫胡闹便担心邹阳迟早对墨家下手，他算是看得明白。天启师兄，哎，要下雨了，你要去哪儿？天机师兄，事关紧急，我们要进去了。墨轩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
则有雷神，龙首人甲，故其父则雷。雷泽，天机师兄，你有了异能吧？胡说！难道天机师兄已经？事不宜迟，墨轩姐姐，即刻率墨家弟子动身，前往雷泽。听好了，儒家孟氏已归降，此次前来只为劝降，无意冒犯。出来吧！谁？出来！滚回去！墨家不是尔等能染指之地。墨家，哼！我倒要试试破不破得了你的局。求求你出来呀！我在暗处算什么？哼哼，这回你跑不掉了！疯了吗？阿若，怎么是你们？你来雷泽做什么？你是不是奉邹氏之命进攻雷泽？对呀，统一东海，只差雷泽藤氏。那你可知，藤氏是墨家分家，一人四处逼降，也未免太霸道了些。这帮人坏事做尽，要赶尽杀绝吗？是啊，来雷泽，太不像话了！墨家与你有仇不成？谁说不是呢？胡说！邹氏是为了天下，若然各自一隅，又怎成大事？阿泽，墨家不想卷入纷争，可墨家只有归顺邹氏，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啊！在雷氏府邸，便有一人伺机抓我。幸而天心哥哥及时护着，这般裹挟我而控制墨家，也算是保护吗？不可能！秦泽，邹阳和阿若，你怎么选？阿若当然站在我这一边。强人所难，那我就领教一下阁下的本事。墨轩姐姐，事关墨家的尊严，不敢有私，还请巨子见谅。好啊，那就打一架定心纸。你们一起上吧！挂起威狼！墨家一人一五行星力轮转，
彼此相守。阿泽哥哥虽然心力强横，却也无法攻破这个阵法。四路出击，不如集中火力单点突破。巨子，快用异能断了他的精力！我来对付他！其实阿泽哥哥不必难做，我愿意随你去见唐氏。旭子，我就说嘛，阿若肯定会站在我这一边。以力降十会，方能知大道。以后记住了啊！哼，我跟阿泽哥哥去。墨璇姐姐，麻烦你们在此稍待。巨子亲自来此，总能谈一谈了吧？上山落水，势必百全。出不入西，往不返，非命也。小女杜若，铁猎墨家第8代巨子。见过巨子。阁下可是墨家中人？是不是？又如何？一人其实正盛，若非万不得已，当避其锋芒。既已卷入，避无可避。这要看是墨守成规，还是事事变通。规矩就是规矩，不规矩不成方圆。阿若，没事吧？你竟敢对巨子无礼！我怎知他是不是巨子？这还有假？他可是货真价实的墨家第8代巨子。是真是假？待我查验一番。小姑娘，你进来。阿若，不要去！哎，哎！阿若，阿若！要是阿若少了一根汗毛，我等一人必将你碎尸万段。你代表不了一人，他也代表不了墨家，代表不了。有人吗？采薇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你说，他们就埋伏在附近，以我为饵，引你前来，这是个陷阱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他们在暗，你在明，切不可逞能。闭上眼就好。主公受惊了。好身手，别来无恙。
天行，快走啊！荒野征战之地，巨子来此何为？雷泽既然有雷神守护，又何须飞蛾焚身赴之？巨子果然聪慧过人。墨家交给你，我墨天机也就放心了。你早就算到一人野心，所以提早接管了这里。藤氏是墨家分家，我一出现，他们就封我为神明。我让他们暂且避开，这便好。朝廷兴儒家废百家，墨家只剩下这些人。若是再臣服一人，世间便没有墨家了。你在此研究机关术？墨家虽有陈规，但机关术却讲究组合变化。我开始接受星力，并试着将其结合。可器物上无法附着星力啊。你说的对，鸟与女螺，诗与松柏，星力之秘在于寄生。若将它们附着于死物，便不能作用，但却可寄生于生灵体内。《招工书简》也有记载：心力有灵，寄于生灵，常其心愿，品其性情，以此为食，以安神情。善者更善，恶者更。袁太后，放开我！主公，我减慢速度，以找机会。谁都走不了。此役能为寄生花万，方才彭万爷都想花，便是吸食你的心力淡出的花种。种出的藤蔓便可蚕食你的生力成长。你越是释放异能，它便越是生长旺盛。异能各异，并无人之各异。心为元气嫡长，家长四方依附王室，无物耕于寄生之君，倒真是应了寄生二字。混账！我看你能撑多久！好个儒教死气！那就成全你们！天行，天行！阵风雨中分装，不顾心之伤。寒光贴一苍苍，冷血暗宫膨胀。剑舞旌旗飘扬，乾坤人自翱翔。蓦然回首，月下孤影仓皇。专注歌影红妆，想洒下月光。宁愿尘缘散尽的彷徨，黑暗深渊凝望。女红披上戎装，许诺是假的荣光，是以为所是担当。爱与情何以问，生死何以谈？危机情缘长存，每幅才得重生。
月光，哪怕尘缘散尽，心不忘舍身奔赴愿望。